小妹嘞，小妹有吗？当然，你的眼睛有红。我一直忍耐咬牙。哎呀，觉得我一直忍耐咬牙齿。那个诗婷你知道吗？是你们知道。朱小妹啊，她在那边没有哭，可是一到教室，是，一直哭。好感动。对啊，我们很舍不得。因为他们真的很棒，这样。真的。对啊。那个非常好，可爱的。一涵刚在教室偷偷哭。真的。对啊，你要去吗？你这几天跟一涵学，先都唱。一涵，你先教他唱那个便当吗？小鸟。是，你认识吗？你好，感觉好像会毕业。嗨，我也是给你。OK， 等一下。已经给他了。算了，你在这里我想。要别种了吗？我们等一下一起去那里吃饭哦，那个好，知道，好，谢谢。你要拿3个？你要拿3个？3个。对啊。你要吗？我不要这个。你要吗？我不要这个。我要中间的。还有一个。这个。紫色的。我要，谢谢。蓝色。再来。绿色。非常美丽。这里也是他们，我跟谁一排？快点，那就拍。等一下，好。我要自己拍，我要自己拍。给我们了，我要自己拍。我要自己拍。怎么我要自己拍？自己拍啊！等一下。好了，配宣了。先不要打。
好，等一下。要。我叫他上。你也要吗？我要。你在干嘛？不要住。给蟑螂说还也要。我要。不要急。那山里没有。开不好呀。什么？要2个吧，紫色的。我要。还有再吵了一下。蓝色跟那个放在你头上了。蓝色放在你头发上。对啦。你头发谁啊？涨价了。乱了黑色的。啰嗦。等一下，快！哪里啊？再有头发。黑色。黄色。嘿，等一下。红色。头发太短了，不行，要。哎呦！只要拿3个。哎呀！好了，不要再拿了。帮我拿。再拿一个。我要拿绿色的。好，等一下。我要拿绿色跟那个。好了，不要再拿。哎呀，都快要没有了。哎呀，小龙。要吗？好，要好。你们怎么直接弄墙的？拍我！好，来你。我看。我也要一个。我拿着什么？画这个，我要。帮我。好了，不要紧，好举起来。我也要。啊，你也还有，没事。天哪！起舞的歌。拍中底嘞！我要跟巨神拍。我跟你桥牌。我们要洗2张。我也要。走开。先拍。哎呀，我要。这边。我要。好。哎呀，高人如你。哎呀，这个。哎呀，干净吗？我要一个。我干。我自己一个人拍一次。好。继续看啊！我自己一个人，我要我自己一个人。小妹，拜拜。我要看。拜拜。照了。给我一个。拍2张。等一下。有没有我？我要看我吗？我2个。好，你等一下。我们先拿那个。 OK， 好。我们3个一起拍哈。啊。干嘛？给我一个那个。我想要看照片，刚刚我跟张清俊。很帅哦！我不要这个，你张超给我的那个哦。我要那个，我要那个，还要吗？可以看一下。这还你嘛？要换吗？不要了。我要3个。Yes。这什么？你干嘛带这个？
当当当当。哎呀喂，吃饭。哦，对，我知道。这边，好去吃饭。这边，金海呀，海山，我要这边，不要。结果被我挡。来这里，有让他去吃饭的，因为美国人不用吃饭，不要给我管了。你先去吃饭，你先拍完，然后你就去吃饭。好了，好，去吃饭，去吃饭啦！我去，我去。好，拜拜。好，等一下。等一下啊。有一天我有。你有看过我吗？我的头发是斜过来的。哦，真的。那你可以把那个吗？我拍的那个你拍的照片放在 FB。哦，有，我拍你照放在 FB，对，你可以看。你看过吗？你看过我的 FB 上吗？啊？你看过，好。看到 FB 了。嗯。好。他说他。好，谢谢，我要。先吃饭，来这边。好，你家在哪一张？谢谢。你有没有喝啤酒？有啊。没有那个啊。哪个？开的。还会开。开呀。你不是用筷子也可以吗？用眉毛表演特技。超厉害呀！有练过，你看。有喝哈？有。OK。因为以前的汽水都是要开瓶的。他以前是开那公卖酒的。你赶快把它喝完啊！故意喝那个。来，等一下多吃一点啦哈。来，干杯了哈！好，干杯。
他喝，我要开车，不行，只能一个。现在我们抓很紧。你没有去主动。他不能不要。他喝进去，因为等着我要开车。我喝下去，等一下我们要吵架了。你要去哪里？在那跑哦。哪里有不是？你有养狗是吗？有啊，7只而已啦，没有多少，10只有找。你看一下我。你先跟他夹那个肉好了。先给他吃。对呀。小心啊，这个是谁的？你先吃。先吃，哎。好的。他国语说的很好。我会讲国语。你是哪里的？澳洲，澳洲，袋鼠。就在台湾8年多。8年。哦，8年了，他国语讲得很好啊。现在我有居留证。哦，有居留证啊。对。吃虾，快点。吃虾。你们澳洲有虾子吗？有。有。加大之后。啊，来，外国的叫。习惯吗？我们那个习惯。习惯吃吗？我们都比较小，可能。啊，不管了，虾可以给我吃。为什么？我能等他挑一下。那你小孩多大？我了。没小孩。没小孩。哦，没有啊啊。好，你看啊，你可以吃，你就吃啊。你还没结婚呢？有，他有老婆。在澳洲结婚了之后来台湾。我只有。他常常跟你到处跑了哈。对呀，你们两个。是。那你住哪里现在？台北。台北。我只有一个干女儿。哦，干女儿啊。Halip Shahing kemana sih dia? Halip Shahing kemana sih sama? Halip Shahing kemana sih? Ngat kebakan itu sah. 还要去找甲虫哦，哇，热死了！好，来给你吃一个虾啦，来，给你吃一个虾啦。给我女儿拿的。她知道啊。我知道。姐姐过来一下，姐姐过来一下。还有香鱼。还好。小刚妹。哎，哦，糯米饭。哎，大舅，在这边来，在这边。啊，那边有新的过去。把那个香菜哦，你就怕有那个啊？你不吃啊？啊？没有啦，因为有人是说香菜哦是最多细菌，其实就还是一样。对啊。那个味道。好。客家话叫盐水了，也是盐水。先吃饭。先吃，等一下，先吃饭，快点。骨头，你这边，等一下你的骨头这边。好，先吃饭，先吃饭，先吃。你玩给我。这个吗？没有，那已经没有了。多一点。没有吃饱的。对。过来。等一下我去。那等一下你就。你都坐车哈，坐公车。坐公车是。那等一下就放学了嘛。饱了。喂。
还有你认识管理姐姐吗？啊，我在清泉呢，我在清泉呢，桃山国小，我现在在桃山国小。那你等一下要去哪里？哦，是啊。因为我们这个毕业典礼在学校里，那怎么办？什么？你说有没有怎样啊？来这边坐，这边有位置。好，小心小心。哦，信箱啊！你们在这里他可能我秘书。要收费吗？你去。喂？哦，不用哈，好，那你帮我送到那个兰花园好了，好不好？你知道在哪里吗？没人看见讲话。就白兰不是有个温室吗？那个兰花园。有，里面有人。澳洲人嘛，你这是澳洲人嘛？好，不好意思哈，好，谢谢，好，拜拜。快点。好，你去玩，那有妹妹的筷子。来，一起玩的。喂。来，来吧。啊，你帮我选一个。来拿。你要说什么？谢谢。这个的太漂亮。拿两个吗？拿给等一下。啊，没有。只有一个。只有两个。没有伟伟呢？伟伟，黄家威。妈，他们我不知道要怎么样称呼你。怎么称呼啊？要叫你什么？他们要叫你什么？要怎么叫你？哦，这么可以叫我白先生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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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。白什么海啊？白囧，应该是囧吗？囧，白囧。白囧海。他就是台湾，就是有时候那你今天还要回台北？今天会去，今天晚上会去开车，跟我朋友一起回去开车。加我帮你拍照。怎么会有光呢？他们最爱听他拍照，耶！先给他吃饭，等一下。家里很会泡的，哎，你很会泡。等一下你也去拍。为什么在你头来单手？喝那个茶花好了。喝茶花了，来，你们不要喝可乐，小朋友不要喝可乐，喝茶。来。可以点了，天气热了。真的。来。他不是还有一瓶吗？还有一个吗？对，都会。我帮你。非常喜欢帮你拍。哎，怎么看？哎，怎么办？自己拍。有你喝喝呢。我叫周宝琪，要记得。没有杯子了。没有了你。原来是这个嘛。
先吃饭，快点。先吃饭。刚刚到底是吃饭了？